大家好，望唔望到我部小米電視有聲啊？依家咁點解會有聲呢？因為我買咗個高清機頂盒，喺拼多多就買咗，就99蚊港紙。咁如果大家想買嘅話呢，揀翻電視盒呢，最緊要就揀翻呢支援一個 AVS Plus。咁就其實都有寫啦，你可以問翻買家香港支唔支援到啦，咁啊直接用到啦，只需要90零蚊咯，港紙拉翻勻就寄到香港噶啦。咁至於點解我揀呢一隻呢？就主要貪佢平，同埋襯翻部 PS5， 襯翻我一 set 嘅家庭電器。咁其實用法好簡單啦，而家新嘅小米電視呢，佢都已經係得 Smart TV， 即係智能顯示器呢，又叫做。冇晒所有你哋所講嘅，就係話睇電視連插電視機天線都冇，而家新嗰隻最新嗰隻 Apple 嗰啲都係冇晒嘅。咁你如果你睇電視嘅話呢，就一定要買個機頂盒噶啦。咁而家機頂盒呢，我望過，如果你拼多多啊呢啲揾翻呢，呢一隻就大概90零蚊到。其實如果你話唔想喺拼多多買嘅，喺友和都有，我見到上網睇嗰個300蚊度嘅啫。咁講翻個質素先，咁呢一個呢，就全部妥試晒㗎啦。咁你話 ViuTV 啊，嗰個開電視啊，全部都收到晒，咁亦都係有聲有畫嘅。咁仲有樣嘢要講翻就係話，大家要知道呢，呢電視機頂盒呢，全部都係 1080P 嘅，唔好話俾嗰啲寫住 4K 嗰啲呃咗。咁何謂 4K？ 佢點解會 4K 呢？就話佢輸出有 4K， 但係香港高清電視質素呢，就只有全高清嘅啫，最多係去到 1080P 嘅啫。佢嘅 4K 係點樣呢？佢有 USB 俾你插個高清機頂盒落去，即係例如插個黑 disk 落去，係影片嚟嘅，佢有 4K 嘅，咁就播到咯。就唔代表你收電視咗 4K， 或者加咗個所謂嘅叫強化畫面效果，就模擬 4K 輸出，全部都係冇用嘅。所以大家千祈唔好見到個 4K 咩電視機頂盒呢，就話做咩買 4K 啊？3000幾蚊嘅買 4K 啦，畫面靚啲，其實係完全係冇用嘅。哇，兩隻貓喺度大家。好啦，咁今次呢，我電視機呢個呢，就分享到咁多啦。如果大家想買新款嘅小米電視冇 tuner 嘅話，因為佢已經完全翻落去呢，就可以用到噶啦。